胡姨恩今日咧繼續請嚟咧就係聯邦政府信託司胡雪晶。阿 Jane 你好啊。歡迎咁多位聽眾，你哋好。Jane， 原來我聽到咧有好多嘅自僱人士咧，佢哋都會開公司嘅。原來有好多人咧都會有個諗法咧，就係如果有公司嘅債務嘅話，就應該唔會關我事噶啦，係關公司事噶啦。究竟公司嘅債務有冇機會變成係私人嘅債務嘅咧？因為好多人或者出邊嘅聽眾係自僱嘅，但係以前可能有個公司，或者呢家自僱下半途又起多間公司。咁普通嚟講咧，就個個覺得我有公司嘅話，就唔使孭公司嗰啲債務噶啦。咁但係小心留意幾個 point， 即係話第一，如果你個有限公司係撐稅務局咧，for 人工稅或者 HST 即係 GST 咁咧，嗰度有機會會跌落去嗰個董事個 director 嗰度嘅。咁你哋普通都係自己開公司，都係你係做 director 噶啦。咁即係話，如果公司撐嗰兩樣稅嘅話咧，稅務局可以追你私人嘅。跟住第二，你個公司好多時又去銀行度借錢㗎，或者借個 small business loan 又好，或者攞個 Visa card 啊，借條 line 㗎。嗰個 anchor 咧，可能有要求你簽個擔保啊。咁但係個個有公司開咗嘅時候，好想攞嗰個債務，都同意簽嗰個擔保㗎。即係話，如果你簽咗嘅話，你記得要警惕，有機會公司做得唔好嘅時候咧，個銀行 perfectly legally 即係法律上有權追你私人咁解。哇！如果係咁嘅話，咁大家都要好小心去處理先得啊嚇。Jane， 如果大家咧真係可能想揾一揾胡雪晶，因為咧你亦都係聯邦政府信託司啊，咁所以咧可能需要揾你幫手嘅。點樣可以揾到你咧？call 我哋中文線啦，416-496-3503 416-496-3503，或者入我個網站咧，入邊嗰度有個電話嘅，嗰個電話都係入翻嚟我哋中文線嘅啫，所以網站又得 call 中文線又得。好，咁今日咧再試，唔該晒 Jane 你嚇，下次再傾。唔該 Amy， 拜拜。拜拜。有債務問題唔好再拖啦 ，Jane Wu 胡雪晶幫到你。欠稅嗰筆錢終於搞掂晒，清咗筆信用卡數，我仲可以開始儲錢添。做咗債務重組，而家無債一身輕。有債務問題唔好再拖啦 ，Jane Wu 胡雪晶幫到你。要無債一身輕，你我都做得到。透過債務重組或破產申請，我哋已成功幫助超過10萬加拿大人。有債務問題唔好再拖啦 ，Jane Wu 胡雪晶幫到你。